后来过来是台中的警方接到线报，讲有一个金主所投资的诈骗集团设立喺沙鹿的透天厝，因利用 AI 变面甲变声器，诈骗到美国甲加拿大的女华侨，甲因谈恋爱骗投资。霹雳小组要攻破门的时阵，内底6个嫌犯透过监视系统看到，是随甲120支的工作手机结落预先准备的验酸桶内底，企图要来消灭证据。远警冲入去，马上用长铁夹把这手机一支一支甲压起来。霹雳小组牙枪冲入透天厝，起到2楼，将房间内底6个嫌犯压制逮捕。嫌犯袂赴走，拢趴伫涂骹。不过因早伫个远景攻入来进前，就透过房间内底监视系统，有真侪镜头翕到远景伫厝外重兵部署，因知影走袂去啊。因就将120支的工作手机弹入准备好的验酸桶内底。警方到现场时，2个验酸桶拢是手机远景想要将手机甲摕出来，就要搁用长长的眼一支一支甲压出来。将工作手机丢入盐酸桶内，企图灭证。警方掠到这个人拢是诈骗集团，因秘伫台中沙鹿架设诈骗机房，透过 AI 系统将因的面变做烟头送的面，有斯文型的，有阳光型的，再搁利用变音器变成做各种的这个烟头送，甲美加地区女性的花侨私信谈恋爱，再搁骗因投资假能源。被掠6个嫌犯被法院裁定受押禁见。另外，警方嘛找到背后操控的一个30岁姓赖的金主，趁伊到松山机场准备要走出去的时，甲掠起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